現在我哋會做一個5分鐘嘅靜觀呼吸練習。一陣你會聽到有鐘聲代表練習嘅開始。而家邀請你坐喺椅子上面，雙腳平放喺地面，腰背離開凳背，讓腰背自然垂直坐穩，膊頭放鬆，雙手放喺大腿上面，等自己坐得自在舒適。合適嘅話，可以溫柔咁合上眼睛，或者垂低視線，望住前方嘅地下。慢慢將注意力放喺呼吸上，感受一吸一呼嘅時候，腹部嘅感覺，可能你會留意到吸氣嘅時候，腹部微微咁脹起；呼氣嘅時候，腹部微微咁下沉。你唔需要刻意咁改變呼吸嘅節奏或者深淺，只係需要讓呼吸自然咁存在，靜靜咁觀察。可能好快你會留意到自己嘅注意力會游走咗，唔再喺呼吸上，而係諗緊其他嘅事情。可能係嚟緊嘅計劃，可能係有關工作，或者過去嘅事情。分心係一件好自然嘅事，你無需要責怪自己。留意到分咗心，只係意識到心跑到嗰度，然後溫柔咁將注意力帶返嚟呼吸就可以啦。心游走咗幾多次唔緊要，只要你可以溫柔有耐性，將佢一次又一次咁帶返嚟呼吸度。重新注意一吸一呼，每一次嘅吸氣都係新嘅開始，每一次嘅呼氣都係一次嘅放下，一次嘅放開。呼吸無時無刻都會喺度，就好似船嘅錨咁，喺風高浪急嘅時候，幫助零散嘅心穩定落嚟，安住喺當下，平靜而安穩。一息間你會聽到完結嘅鐘聲，你可以慢慢張開雙眼，溫柔咁喐下你嘅手，喐下你嘅腳，伸展一下，
去結束呢個靜觀呼吸嘅練習。感謝自己嘅身體，畀自己安靜落嚟。